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艺人詹国成，伊主持一个老牌的异地节目。最近，互来宾是一个同学来指控，讲录影的时阵，摕伊的身材来做节目的效果，警惕伊的身材较像是教练，互伊感觉受到侮辱，决定要为家己来发声。詹国成是发声明来道歉，讲这毋是伊的本意，希望家己的无心之过，毋通造成迄个同学的负担。电视台讲，当时就甲来宾来道歉，而且提醒到制作单位甲主持人下摆要注意。只有3幅图，字别写错了。30秒看第1幅图。各种的地形考验你滑稽的定定，要拼速度，嘛要拼正确率。节目的来宾包括着无共年会的人甲各行各业，由詹国成来主持。老牌的益智节目已经来到第13季，严个这个主打文化性质的节目，所红压出讲西边的争议。欢喜甲主持人做伙翕相，严个伫录影时拄到的这一切，互劳动学真正笑袂出来。伊就来邀请上节目，当讲的主题是高中的乐器机队。小解看见詹国成则对劳动学讲，这位是柔道的，所以个佮问讲，你是来创啥？后来问到表演经验时，更加讲，我感觉你看起来较像教练。当知影劳动学负责的乐器是14公斤重的五音鼓，劳动学指控詹国成看伊的眼神充满轻视，而且佮讲，莫怪敢若你这款的体格才有法度。现在红摕来做节目的笑点，当时为着录影流程，劳动学无讲啥。严格一口气真正吞袂落，才决定徛出来发声。非常的高兴能够做一个真正寓教于乐又能够老少咸宜的节目。作为演艺界的主持，詹国成负责的节目真多，这位红指控侮辱人的身材，伊嘛紧急发出声明，互劳动学感觉无爽快，真歹势。主持方加分过6种，严格无论安怎，侮辱别人绝对毋是伊的本意，嘛毋是伊的风格，希望莫变作是劳动学心内的负担。电视台也发出声明表示，8月录影结束了后，都会向劳动学回息的，原定明年1月要播送的节目，会将相关的画面态度，嘛强调未来会避免类似滚双笑做节目的效果。严格这件代志伫网络顶引发着讨论。难免蛮影响到外界对詹国成的看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